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文哥說書啊，我係大家嘅老朋友文哥。嗱，唔知大家有冇了解自己天賦啊，同埋好好咁樣去應用佢呢？好啦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故事咧，關於天賦嘅。嗱，從前有一條河啊，有一隻青蛙啦，佢對自己走路嘅方式咧就極為不滿啊，佢又覺得咧要用四條腿咧一蹦一跳咁樣走咧，就實在咧係唔係咁舒服噶。咁係見到人類啦，佢覺得啊，人類用兩隻腳就可以行路啊，就感覺好高雅啦，又好瀟灑。佢都希望咧有一日啊，好似人咁啊，用雙腿就可以行路啊。咁啊，為之幸福啦。咁啊，青蛙咧，於是啊，不停咁樣咧，就喺河畔嗰個嘅寺廟度咧，去參拜呢個神靈啊。咁啊，每天都去許願啊，希望咧有一朝啊，都可以人咁樣咧，用雙腿行路啊。咁啊，經過多年嘅許願啦，青蛙嘅誠意終於打動咗個神靈啊！青蛙嘅願望咧實現咗啦。啊，青蛙咧仲驕傲咁樣站起來啊，就用佢嘅兩條腿走啊，就越走越遠啊！竟然咧莫名其妙地啊，甚至乎啊離開咗河邊啊！啊，好景不常啊，就永遠咧翻唔到去水裏邊啦！啊，亦都無法咧揾到嘢食喎。最後咧，竟然係飢餓啊，而青蛙咧，終於都死亡啊！嗱，原來咧，青蛙站起來走路嗰陣時啊，佢嘅雙眼咧，但係其實咧係望到後面嘅啫。咁啊，佢嘅雙腿一路向前啦，但係咧，亦都咧睇唔到前面喎。咁樣啲咁嘅怪物咧，自然咧就無法生存啦。嗱，好相信啊！呢個故事我哋都睇到啊，盲目咁去追求咧唔適合自己嘅事物咧，到頭來咧可能係會演化成一場悲劇添啊！造物主咧其實好公平啊，創造每件物種咧對嘅時候咧都有考慮到佢自己咧獨一無二嘅天賦啊，要好好去經營你嘅天賦啊，要充分咧利用呢個天賦咧就係勝利者啊！嗱，希望呢個故事啊，大家都可以了解天賦嘅重要，同埋可以了解自己嘅長處啊！好啦，今集嘅文哥說書講呢啲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